讲到海洋生态是需要侪人做伙来关心。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长期有咧培育船鸥、海鱼，甲数量愈来愈少的蚝。为着加强学生爱护海洋的观念，台北市教育局和海科馆签合作备忘录，让学生亲身来种船鸥，卖当甲校的卵早登去学校饲好大，用实际行动来保育海洋。 徛伫山边海岸中间的海洋科技博物馆是济居民游客会来行大好所在。博物馆内底真济船鸥、海鱼，拢是因学育的成果。为着要让学生爱护海洋，海科馆和台北市教育局拜三签合作备忘录，要让中小学的学生通透过种船鸥、饲校等等的体验，和生态保育的观念，通定进伫囡仔的心肝底。 上重要是3部分啦，第一部分就是咱做咱的珊瑚富裕，好，第二个就是咱的后的富裕，第三个就是我们这里真济，阮这有真济海洋课程嘛啊，带因的囡仔做阵来遮来去落实这个课程的迄个这个教育部分，啊嘛，互因体验讲这其实海洋教育是多元面向的。 海科馆表示，和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海洋科学公平教育计划，主要是结合课纲的海洋议题，像讲校的教育，就会让学生早能登去学校，嘛教因安怎照顾，饲到一定的程度，海科馆就会收回来野放。另外，北部150多种的船鸥，海科馆有学育的品种就占30多种。研究人员嘛亲身示范种船鸥的方式，未来学生囡仔学育的船鸥，拢会伫遮照顾。先互囡仔看倒位是头，倒位是伊的骹，啊用这水族专用的迄个钩啊，用差不多用伫这瓷砖的中央，差不多船路细到10公分悬啊，10公分长的，会当摕出去外口，会当种出去。研究人员解说讲，船鸥上无爱大到10公分，才会当摕落去海两放。透过海底的摄影机，就通看到学育的成果。针对这届和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计划，海科馆表示，自下学期开始，船鸥和校的学育有开放40班，另外更有补助150个班，未来会当来申请海科馆1日体验。记者卢尚如、王可轩、基隆报道。